今集未講故事之前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被拒絕幾多次先會放棄呢？歡迎大家留言同我分享一下。有啲人一生喺度等機會，但係有啲人一開始就已經被世界拒絕。1960年，台灣一個家庭試圖揾一條出路，幾年之後，佢哋一家人搬咗去泰國。佢爸爸係一個工程師，為咗工作機會搬咗去曼谷，但係都逃唔過被現實拒絕。1970年，泰國局勢開始動盪，街上出現坦克、軍隊、政變，呢個地方開始拒絕未來。喺1973年，局勢開始惡化，學生運動、工人抗議，加上教育嘅考量，佢父母做咗一個好艱難嘅決定。有時父母為咗仔女可以去得好盡，送下仔去一個完全陌生嘅地方——美國，而其中一個細路就係今期嘅主角。嗰一年佢只得9歲，一張單程機票唔係機會，係被逼離開。去到美國之後，現實冇變好到啊，只係面對另一種困難。佢送咗去一間寄宿學校，但係後來先發現，原來呢間學校係招收咗好多問題學生。當時佢唔識英文，冇朋友，被同學拒絕，被環境拒絕。佢要做清潔、洗廁所，要適應，要忍。佢學到第一樣嘢，唔係讀書，係點樣唔被淘汰。另一邊，佢父母終於嚟到美國。佢阿爸係一個工程師，初期嘅時候好難揾到一份啱嘅工作，每日喺度揭報紙、寄 CV 出去。佢媽咪就做清潔工，一個家庭被一個新世界一次又一次拒絕。但係佢哋冇停到啊！佢媽咪要求每一日一齊自學10個英文嘅單詞，唔係為咗考試，而係為咗唔好再被拒絕。呢種嘅教育唔止係求知識咁簡單，係要抗壓，係為咗生存。時間過去啦，個細路慢慢長大啊，唔記得同大家講呢一位嘅小朋友，佢個名叫 Jensen， 佢讀第一間嘅大學係 Oregon State University， 之後咧再去到三藩市灣區入讀 Stanford University， 但係世界仍然冇變啊。1993年，三藩市灣區，佢哋3個人坐咗喺一間普通嘅美式快餐店入邊，有一個想法，一間公司。佢哋相信電腦未來唔單止係文字，而係一個可以模擬現實嘅 3D 世界。但係當時所有人都覺得呢一樣嘢唔重要，甚至根本係唔可能成功。冇人支持，冇人相信，市場又拒絕，投資人懷疑技術未成熟啊，出事三寶齊晒啦。甚至連佢自己都講過，如果一早知道有幾難，我可能唔會開始。但係佢都冇停，因為佢一早已經習慣咗。之後當全世界都唔相信 AI， 佢選擇咗 all in。佢係一個100%嘅冒險家。如果俾你，你敢唔敢落拍啊？如果錯，公司會消失；如果啱，世界會改變。今時今日，全球大部分嘅 AI 運算都要依靠佢嘅晶片，市值數萬億美元。有啲人喺被拒絕之後會停低，但係有啲人呢，被拒絕越多就走得越